同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初9，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继续关心，宜兰有一间饲鸭场验出 H5N1 禽流感，2礼拜后，即马伫台南、高雄嘛出现疫情。那昨昏伫云林，有一间饲鸭场嘛发现禽流感的病毒。农委会是表示，绝对袂使互病毒传开，若无咱的鸡肉、鸡卵拢会受影响。防疫人员穿防护衫，彻底消毒饲鸭场。云林动植物防疫所主动体检，确认水拿这土番鸭场感染高病原 H5N1 病毒，扑杀25000多只鸭米啊。前一天，台南关田土番鸭场也确诊 H5N1，扑杀15000多只肉鸭。目前半径3公里内21个养殖场，扣除工厂其他全面采检。因为人员你要采样，一定就会进到场内。场内看起来如果是正常的，一般就没有问题。高雄陆地肉鸭场也因为验出 H5N1，扑杀2000多只。农业局呼吁农民爱主动通报，若无扑杀无补偿。主动通报去配合采样，这个部分拢有合理的补偿。宜兰种鸭场验出 H5N1 2礼拜了后，高雄、台南也发生七八个增加分林，这4个拢是活湿地海边。农委会研判应该是杜鸟传播的感染事件。不过国内要全力防堵，因为若鸡仔会着恐惊重创产业，即马连进口鸡卵拢有困难。每一个国家的蛋品都缺乏了，所以我们也不太可能有机会从别的国家进口。除了鸡蛋以外，当然我们的鸡肉也是一样，都是一定要在这个冬天要能够安全的度过。农委会指出，美国因为禽流感欠卵，即马卵一粒是9块，比台湾较贵。英国也因为欠卵，买卵的限制。这当天国内绝对要提悬防疫层级，做好生活防治。这个疫情因讲是国内鸡卵甲鸡肉保卫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15000多的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有表示，已经有咧讲，那民众嘛拢遵守规矩，所以针对年底大型活动，中央袂阁另外定规定，会尊重地方政府的安排。高端疫苗不管介绍还是入境别国，也被互人认可。选举前引起袂少负面的评论，新冠肺炎可能会变作流感化的趋势。国产疫苗敢还阁有继续研发的必要性哩？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召集人李炳英上广播节目的时阵表示，除非亲像流感每2-3年出现大变化，若无伊认为无真大的研发价值。没有很大的价值。那如果高端的那个哥伦比亚的团结实验，有公布的话，也没有意义了吗？的意义就不大了，它的意义就在肯定它的疫苗然后防疫苗一个清白。国内七八新增加15227个新冠本土确诊，37个死亡。针对中国最近放零防疫，宣布新10条防控措施。指挥中心认为，中国最近确诊数字降低，这只是短期的情形。佮讲中国疫情渐缓时阵，加护病房需求量要110万间，不过当地干了6万间，医疗排程是大问题。咱国人未来2-3个月就当回来台湾就医。未完整接种疫苗，甚至家里有幼儿的，都可以考虑返国。如果有医疗需求，那回到国内会比较便利一点。记者会无看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义军，因为伊确诊新冠肺炎出现了后，颈骨痛，才会镜头，喙炎零放零，互我唔免挂喙罨。指挥官王必成是讲，看大部分的人也是会挂喙罨。伊认为疫情也搁伫个稳定降低，对于年底的跨年活动未另外规定，尊重主办单位、家庭、政府个别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消息来关心，国民党屏东县长的候选人苏清泉伫县长选举的时是即支选务出问题，所以伊有申请定算票。也毋过法院伫昨昏是表示，双方的票并无达到法律规定的差伫3/1000以内，所以无法度验票，裁定驳回。苏清泉即马是回应讲，伊嘛有已经提出当选无效和选举无效的诉讼，希望司法会当验票，找出真相。我们还是选择相信司法。那接下来还有选举无效跟当选无效，我们会申请司法验票。那我们会举证，在这2个告诉庭上完全的来详细说明。我们坚持要做司法验票。
那9合1的选举选刷，民进党选书总统蔡英文随时调动主席，刷落来民进党主席想要来做。即马副总统赖清德已经透过面册宣布伊要参选，伊嘛有讲有向总统蔡英文报告过啊。除了民进党内的调整脚步，内阁嘛会改组。有风声讲，行政院长苏贞昌和桃园市长郑文灿两个人有见面，双方是无好认，也毋过两个人嘛拢强调，因见面毋是咧讲内阁的人事。确诊隔离中的副总统赖清德，七月底面册下决定参选民进党主席补选。伊表示已经听到各方的意见，经过向党内民主先进同志进一步定选，佮得到支持，也伫进前向总统蔡英文报告，会伫1礼拜去登记。要能够延续党的执政以及小英总统过去的努力，那么他就必须出来扛这样的一个责任。当然，他也有责任承担，把党带向给未来，来符合大家的期待。消息出来，党内跨派系表达支持，暗过中国会立会，但后票初次伫中常会有无共款的意见，反对总统请示党主席，由副总统责任。现今世界上权责无符合也无适合，将权力拢集中伫共一个人身躯。另外，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无啥物表示，他加油，加油就对了。谢谢。9合区民进党大败，除了党内面临重整，内阁改组呼声也愈来愈悬。况且苏贞昌伫7月甲桃园市长郑文灿讲诚久，也邀请郑文灿做副手，行政透过换人正式双方有见面，暗过无讲到内阁人事。当然，在选前这个郑市长投入选举的浮选也非常的辛苦啊，院长予以慰勉。那并没有外传所提到他们在谈话内容里面有涉及到内阁人事的问题。我想现在我就是把2个工作做好，第一个是市长的这个任期的交接，第二个是败选的这个检讨，各方面的意见要让它呈现。原本被看作是行政院长甲党主席的热门人选郑文灿，因为论文的问题转做更久的角色，除了明确表示未参选党主席，支持赖清德顺利当选，佮强调2004年民进党总统人选只有一个，就是赖清德，伊会全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选举选刷，即马地方各县市的议会嘛要开始选正副议长。伫台南民进党这边派出来要选正副议长的人选，即马是互民进党的立委陈定辉，即支和进前台南开88场的这个请案有牵连，嘛指控是有乌金介入选举。也毋过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是发出声明，指控陈定辉抹黑民进党，目的是要支持现任的议长郭信良。搭配参选台南正副议长的柯丽丽甲林志典，以及互人牵涉到88枪击案的中执委郭在钦，共同出席参会。民进党立委陈定辉前一天相片质疑乌金牵涉到正副议长的选举，侧背佫讲乌金会影响2024的选战。88枪发生，我们就找不到郭在钦了，媒体也找不到他。为了议长、副议长，为了我的记者会，让他跳出来。实在是很辛苦。那陈定辉伫讲，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早起共款质疑郭在钦捌牵涉到顶一届议长选举，又搁控制这届议长选举，批评民进党扫黑是咧算假。面对党内同志甲拿赢做伙骂，郭在钦赶紧出来说明。陈廷辉委员硬是将黑的标签往民进党身上贴，是否是为了派系的议员跑票做铺陈吗？否则为什么要抹黑民进党？郭在钦讲，陈定辉替无党籍议长郭信良连任，这个抹黑，嘛是替共派系议员走票伫铺路。郭信良较早甲就职时阵，嘛毋捌讲伊是乌金，帮助过我让我宽容度过难关的一个这些好朋友，我在此谢谢他们。但是这是另外一回事，难道借过钱的人就不能够选议长吗？这届台南市议会民进党280席，国加亲历的基进甲台联各一席，真有可能摕到议长位，啊，毋过煞引起党内相杀。市长黄伟铁也呼吁党内同志爱团结。那是要一致性投票啊！如果没有一致性投票的话，跑票的话，那当然是要依照党纪来处分。因为一直互人讲甲乌道交结，为着显示扫黑的决心，民进党立委再去完成选罢法修法人数，佮要提高党团的修法提案。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只是要求相关部会甲修法爱伫后礼拜提报行政院。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啊！今仔日东北季风搁增强，那透早的上低温是出现伫云林的后尾13度2，天气愈来愈寒。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东北季风会搁增强，各地低温大部分是17度至20度。那一寡所在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温度会搁较低。到24时，北台湾的高温就会有20度至22度，规工嘛是感觉较凉。其他的所在，今仔日高温大多是26度至30度。那伫中南部，日时暗时温差较大。今仔日伫遮方面的北部、东部会落雨，气象局嘛有针对基隆、新北和宜兰发布大雨特报。那中南部会当看到日头，是好天济云的天气。刷落来天气会愈来愈寒哦。后礼拜三，有一波入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会入南，中部以北、东北部低温可能敢若会剩14度左右。再来，紧来看日头、地球甲火星排归排的天文现象。这个天文现象伫昨昏12月7日上界明显。台北天文馆是表示，后回想要看到这么大粒的火星，可能就要搁等11年。叶皮无记火星伫今年当中12月7日即天看起来明显较大。天文馆讲，即天号做火星冲，就是火星离地球上近的时，大约2冬瓜发生一摆。我们知道地球绕太阳是1年的时间嘛，公转太阳是1年的时间。可是火星呢，公转太阳是2年的时间。好，那再加上因为火星离我们地球比较近，所以你要三者刚好排列成一直线，你要去算它们的那个周期汇合周期，那它的汇合周期就会落在2年再多一点点。天文馆表示，火星冲的行星原理就是太阳、地球、火星加做一条线。这时阵的火星会离地球较近、较光。研究员讲，虽然7日下晡1点42分是推测真正连做一条线的瞬间，但是只要气候稳定到暗时，甚至前后几天，天文迷拢看有。不过，若今年慢一步要看到拄好甲即届的火星拄好大小，就要等。下一次你要看到跟今年一样这么大的火星冲，你就必须要再等到2033年。好，你看到的火星冲才会跟今年的大小是差不多的。天文馆解说，冲力敢若外行星才会发生，因为甲火星连线，所以号做火星冲。其他亲像木星、土星等等，拢是一冬一届，只有火星是2冬一届较特殊。另外，最近嘛有流星雨通看，12月14是双子座的流星雨，估计上济1点钟通有150粒。记者陈文丹报道，台北采访报道。来看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台湾大学最近发生几哪件学术伦理的事件，学校伫最近嘛有修正学位考试的规则，新增加学位的考试委员，除了指导教授、共同指导教授以外，硕士上无爱有2个，研究所以外的委员，若博士上无爱有4个，安尼再来强化学术伦理。来关心中国时报，高雄有一个姓姚的查甫人要退出家庭群组的赖，也毋过伊毋是家己退出，伊是甲其他的成员拢踢出去了后才去退出，造成这个群组内底的相片拢无去啊。伊的大细姓钟的查甫人发现讲群组内底有100多本这家族啊出门去佚佗的相片，也佮伊的囡仔大汉过程的这记录，100多张相片，这珍贵的相片拢放过去啊。所以提出告诉，伊是要求爱赔50万，也毋过法院是认为讲，这是需要相片的人家己无欠好这相片，无先做好可比，所以尾也是败诉确定。来关心自由时报，经济部伫明年会编30亿的预算，其中有20亿要重新来启动民众厝内节能家电的补助，那另外10亿会用伫工商业、服务业节能设备补助顶悬，上紧伫明年1月份就会实施。经济部长王美花伫昨昏就是提出政府要拼绿电，民间爱拼省电的这个概念，讲要补助民间的工商业、服务业用省电的设备，上悬一届会当补助500万。为着实现能源转型的目标，让再生能源占总发电量的60%以上，经济部除了用过补助个人家庭用品以外，即马佫扩大到公司企业。你如果用1级能效的这个冷气的话，跟用了10年的冷气，那个用电量是差非常多。我们明年也会推这个商业的服务的商业服务业的这个节能的同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汰换设备的一个经费哈。
那这个部分甚至给企业还可以高达这个最高可以到500万的一个补助。2022能源环境高峰论坛，官方提出政府拼绿电、民间拼省电，使用节能电器，业者强调申请补助的条件需要注意，才会当省电佮省钱。我们就是要掌握到那个它有没有符合我们所谓的省水标章，或是省电标章，或是节能、绿能标章。那再来要掌握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您挑选的机种啊，一定要符合，要尽量能选购到变频的机种。像变频的机种跟非变频的机种中间的耗电量跟节能方面会差很多。高峰论坛进入第10档，包括政府部门在内，总共有10个单位来参加。除了讨论环保能源，嘛针对节能补助提出实际意见。记者麦尚用陈宝乐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中国，因为被抓运动，即马中国嘛有宣布新的防疫措施放令啊，有10条措施，这拢是放令的规定。那毋过，即马英国有媒体嘛报讲，其实中国根本就也未做好解除封锁的准备，所以嘛讲中国伫即个寒天，疫情有可能会阁压起来，而且有可能会造成上百万人死亡。大家等到落做检测，中国采取公布优化防疫新10条，大大放令检疫规定，即马出门无困难。不过各地拢在囤药啊、囤喙安。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真侪款感冒顶天药啊是大卖，网络电商平台供应也出现紧张的情形。我们的话就是准备了一些感冒药，包括布洛芬之类的。我还是会有一点担心，然后我会经常做核酸，然后会备一些防护用品或者口罩、药物之类的。新10条措施包含无症状感染的人甲轻症病例永居家隔离，除了医疗机构无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也无对跨地区流动证件查检。设备各部门各详细公布，估计指南5天后阴性就应出关，各呼吁老大人爱注疫苗。在这里呢，我也希望老年人呢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为自己的健康护航。外界认为中国放令防疫措施甲被抓运动关系，甚至是落实了后上大抗议条。不过中国艺术家艾比比有无共款的看法，认为这场革命无法度动摇习近平政权，因为警察对因予示威者点点。Chinese people are very soft. It's not there's no religious group. There's no NGO. There's no any special interest. So it's very difficult to have any kind of community besides the Communist Party.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习近平只是因为中国民众抗议者被迫放令，中国根本也无做好解封的准备，也加高成本。那取消严格防控措施，伫未来当天，恐计有100万人死伫新一波疫情。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俄罗斯的军队继续在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基辅市长已经提出警告，讲即马寒天在落雪，温度直降，无水无电力的首都可能亲像末日同款。那普廷是表示，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可能会是长期的，也毋过未有第2轮的行动。伊嘛强调，因无起效，所以未大声去使用核子武器。俄乌战争已经9个月，俄国本土空军基地遭到攻击了后，局势佫出现变化。俄罗斯总统普廷初次伫俄国人权委员会表示，核武威胁咧提悬，不过俄国未凊彩去动用。Такая угроза нарастает. Здесь чего греха таить. По поводу того, что Россия ни при каких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х не применит первый, но если не применит первый, ни при каких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х, значит, мы с ума не сошли, мы отдаем себе отчет в том, что такое ядерное оружие. 不过，普京也强调，会用一切手段保卫领土甲盟友，佮控诉伫其他国家部署战术核武器的是美国，毋是俄国。刚一个会议也罕见表示，特别军事行动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后人会进行第2轮动员。伫这时阵，俄罗斯议员继续轰炸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和首都基辅这个所在继续陷入能源欠缺的情形。基辅市长初次警告，未来乌克兰气温会降到零下15度。基辅恐计出现世界末日同款的景象。Київ може бути неструмлений, без водопостачання, теплопостачання, взагалі апокаліпсис може відбутися, як в страшних голлівудських фільмах, коли місто
в домівках неможливо буде жити, враховуючи низьку температуру. 基副市長指出，若完全停電，建築物就要排水，若無水會凍起來，破壞建築結構，加強水網絡。嗰時陣360萬嘅居民下晡法度點佇室內。毋過基副目前照顧500個提供燒氣嘅避難所，無可能容納這麼多人，以呼籲外界提供發電機來援助，國居民準備好緊急嘅物件。公視新聞市歡迎朋友。那伫俄羅斯的國內，其實有儕民眾是反對這場戰爭的，而且嘛討厭因的總統普廷。那伫歐洲的塞爾維亞，這個所在歷史文化和俄羅斯真相像，所以嘛儕俄羅斯人移民去遮。即馬這移民除了愛學新的語言，適應當地環境，嘛因為已經脫離政府的威脅，有人開始發起反戰的活動，而且嘛指控普廷惡質的真相。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勒的這間公寓內面，一群羅西亞的囡仔當地對老師學塞爾維亞的語言，因攏是今年2月了後，對爸爸媽媽為羅西亞移民到塞爾維亞來的。Може, šta ti najviše voliš, a kako kažem здесь? Ja volim klimu. Klimu, sviđa mi se klima. 今年2月，羅西亞攻打烏克蘭的戰爭爆發了後，到羅西亞人趕緊保護啊款款的，連夜走去其他的國家。其中塞爾維亞是真濟羅西亞人第一個選擇的國家，因為塞爾維亞甲羅西亞攏是斯拉夫民族，同款信仰同政教。對羅西亞人來講，移民到塞爾維亞，在文化上較袂有適應的困難，佮加上塞爾維亞甲其他歐洲國家無同，因真歡迎羅西亞人。所以根據統計，戰爭爆發到今，移民到塞爾維亞的羅西亞人已經超過10萬人啊。24 февраля все изменилось, и наш мир перевернулся, конечно, не так, как мир перевернулся у тех, к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является пострадавшей стороной во всем этом, но наш мир перевернулся, он разбился. 這個選擇要離開故鄉，移民到塞爾維亞的羅西亞人，大部分都非常反對戰爭，嘛非常反對羅西亞總統普廷。但是因移民到塞爾維亞了後，卻感覺有淡薄仔解藥。因為因發現有袂少塞爾維亞人其實是真支持普廷的，甚至閣有極右派的人去參加羅西亞的軍隊，戰死佇烏克蘭，去互當作是英雄。Что многие сербы одурачены как российской, так и серб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ой, и они не совсем понимают,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как происходит. 這移民到塞爾維亞的羅西亞人，一方面想辦法，互家己甲囡仔會當趕緊融入去當地的社會。另外一方面，伊嘛開始組織社團，在人身安全已經未閣受到羅西亞政府威脅的情形下，因要在塞爾維亞舉辦一個反戰的活動，讓塞爾維亞民眾了解普廷政權惡質的真面目。記者甘恩恩編譯。繼續關心卡達世界盃卡球比賽，即馬已經踢到前8強。也毋過8下1港，這個爭議是愈變愈大坑。最近佫傳出戰爭佇沙烏地阿拉伯嘅訓練區有一個移工死亡。即馬社運團體、社運組織有專工出來抗議，要替這個受害者討賠償、討公道。世運組織提票議，佇國際卡球總會主席因凡蒂諾的瑞士故處布里格抗議，要求立刻賠償遐因為協助建設卡達世界卡球館死亡，也是互人爆殺移工。由組織發起請願書，有725000人簽署，內容包括設立差不多4億4000萬美金的賠償基金。His family actually moved here as migrant workers, so we're hoping that this is a timely reminder of the fact that he needs to compensate the many migrant worker victims of this World Cup. Thousands were abused, exploited, and many actually died. And his legacy right now is really on the line, and so is FIFA's. 卡達官方並無公布外國籍移工的死亡數據，各項人權團體所講的幾6000人死亡的講法。進前世界卡球賽沙烏地阿拉伯隊所使用的訓練區，傳出有一個工人佇比賽舉辦期間死亡。卡球總會甲卡達政府攏表示，若做調查了後，確認承辦公司有安全疏失，就會進行起訴甲罰款。這個死亡工人原來得到合理的賠償。另外，為了確保所來的8強比賽甲現場球迷安全，主辦單位啟動代碼叫做“減齡行動”的維安任務。號名代表卡達的阿拉伯減齡，那委託生化專家巡視會場每一隻椅仔，是毋是有輻射，還是有毒的物質，佮出動這台有3D 雷達系統的巡航艦。
Attualmente l'unità è impegnata in un'attività di pattugliamento con altre nazioni. Abbiamo nel mare altre unità americane, inglesi, turche e pakistane con le quali si è instaurato un rapporto di ottima sinergia. 由560外个专业的意大利军人组成的维安团队，那模拟安怎应付自杀炸弹的攻击，嘛出动警犬、苏炸车内爆裂物。即马世界卡球赛伫要进入上精彩阶段，全体工作人员对这4年一届的世界卡球大代志，维安任务嘛唔敢大意。公司新闻牛燕编译。嘛是咧抗议，这是咧抗议南韩的前总统文在寅。文在寅5月份落任了后，伊是搬回去故乡，即马住伫庄卡的老厝。尚未到煞声一寡保守派的人士伫遐开直播，一寡网亲一日到暗伫因兜附近开网络直播，而且佫规工就伫文在寅因兜的门骹口，佫骂一寡歹听话，甚至佫有一寡弄榴莲的人，甲这代志当作工课的专家。 离南韩前总统文在寅住邸差不多300公尺远的车路，5月以来，逐天拢有这种保守派示威者拿国旗提放上头，用各种真歹听话骂文在寅。因一面骂，一面用手机伫 YouTube 顶悬直播，分享予频道内底几落百个订户收看。一个月平均会当收到20万韩元，相当是代表4680块的捐款。 문제 갇혀 체포하라, 자수하여 사형당하자 뭐 이런 걸 외쳤었죠. 예. 伫韩国南部庆尚南道的平山村，差不多100外的村民，逐工都爱忍受遮大声的噪音。7月时阵有居民挡袂牢，就报访法警来反制，不过显然效果有限。 저를 못 걷게 하고 그렇게 가둬놓으면은 돌 것 같아. 政治路线属有进步派文在寅在位5年，即个甲北韩来往，佮促成美国总统川普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世纪传金会。不过事实证明，北韩核武恐吓的做法并无改变。文在寅真侪努力颠倒激怒国内保守派的势力，一寡网络批评者甚至骂伊是卖国贼，佮讲文在寅有意甲南韩变做共产国家。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今日国际上抑个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美国联邦众议院以350票赞成、80票反对，表决通过2023年财政年度各项收款法案。收款伫未来5冬内要提供咱台湾10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啊，那参议院后礼拜嘛表决通过了后，就会交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 来关心克罗埃西亚通过批准加入欧洲自由旅行区，成做新经区第27个成员国。对2023年明年开始，民众出入克罗埃西亚甲新经区其他的国家，会当唔得伫边境停落来接受检查。来关心发生社是报讲，加拿大的警方有一份价值50万美金防止偷听的无线电波系统的合约，是由中国。 有中国资金的加拿大企业摕到这个合约，加拿大总理杜鲁道知影了后是表示，国家就已经提出警示啊，佮有政府官员去签这款合约，以正式帮讲会铁查到底。镜头佮转来咱国来关心国防部长伫顶一日有表示讲，伫年底之前就会公布作兵延长这个规划。内政部代理部长华敬群是表示，公布的时间会受影响的年次，即马拢已经咧做最后的确诊。伊嘛强调，替代役、伤病役做兵的时间拢会调整甲变长。年底进前是毋是公布兵役是毋是延长，外界拢咧关心。内政部代理部长华敬群强调，会先做一名进前升级的前置作业，毋过对公布时间甲影响移除役男，要得做最后确认。毋过未来若役期延长，替代役也会配合调整。后摆不管是常备兵还是替代役，时间拢预期拢共款，决定拢做共款。那研发替代役无共啦，所以拢会共啦。 另外，有立委关心役男退费标准，根据111年度定编甲并质调查，甲6月已经退役役男有75950人，免役退费有17844人，比例超过23%。因讲是每4个人都有1个人免做兵。 这个代志是民国1802年啦，那时候因为要政策的方向是要全募兵制。 那个时候就把征兵的这个部分的 PMI 的体位等等做了比较大的放宽。
那事实上，这段时间，我们内政部已经主动提出调整的方案，也正在跟国防部在讨论当中了。黄建坤表示，越南退费标准已经在调整讨论，时机适合就会做修改，修改了后就别安尼。基本上，甲国防部有共识，定数警员都应受证。记者综合报道。对咱台湾真友善的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秀太最近来咱台湾访问，伊捌讲咱台湾甲日本是兄弟啊，伊嘛支持日本爱协助台湾对抗中国，甚至伊嘛认为日本是有可能会承认台湾就是独立的国家。啊，那美国、英国和澳洲这3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是伫美国开会，外界是认为因的目的是要对抗中国的军事威胁。そして民主主義の世界中の国をしっかりとコミットして台湾を孤立化させないこと、それが一番大事だと思います。几啊届伫国际场合讲到台日关系是一家伙仔，立场是真友台的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即马疫情转好，总算来台湾访问啊，而且嘛出版伊的新册。伊认为讲面对中国的侵略，民主国家拢应该爱防卫台湾。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也若日本未来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嘛是有可能的。台湾をしっかりと民主主義の仲間国家としてしっかりと認めていける、そういった時代が来ることを信じてます。そのために尽力します。日本最近几啊届关注台海和平，美国嘛传出会伫國會國防授權法案，授權軍事援助台灣100億嘅美金，可能間接認定2027年進前是中國拍台灣嘅高危險期。美國有盟友對抗中國。美國、英國甲澳洲3國嘅國防部長切切舉行會議，討論安怎加強安全合作，確保印太地區嘅和平穩定。美國會大幅度增加伫咧澳大利亞嘅軍事資源，去用看作是對抗中國嘅重要指標。Over the past 15 months, we've made great progress toward identifying a pathway for Australia to acquire conventionally armed and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s. Today, on behalf of President Biden, I want to reaffirm the U.S. commitment to ensuring that Australia acquires this capability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date. 美國副國務卿薛曼嘛甲意大利外交的高階官員伫羅馬見面，雙方伫會中表達反對各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行為，嘛強調講伫羅西亞粗殘攻擊烏克蘭百姓甲建設的時陣，會共同支持烏克蘭。記者綜合報道。在地上大條來關心台北市的立委補選，國民黨的參選人王鴻薇即馬是提出核2廠、核3廠愛延後退休，增加運轉的時間。對於這核能的議題，即馬閣引起討論。經濟部長王美花是表示，核2廠即馬用過的核廢料燃料棒是無所在放，這是上主要的問題。啊，那新北市長侯友宜是希望中央趕緊來處理這核廢料。啊，那環保團體是認為講，其實根據法規也是客觀的事實來看，核2廠根本就無在調延後退休。台北市第3選區的立委補選，國民黨參選人王鴻薇佫彈出核2、核3廠延役，核能議題佫開始戰。經濟部長王美花講，核2廠用過的燃料棒無所在收藏，無法度提出來，無法度講延役的部分。池子滿的話，它也不可能再有任何的使用。不論如何啦，哈，這個新北市還是要讓我們趕快把這個在燃料池裡面的這個燃料棒趕快拿出來，好，這個還是一定要做的事情。核廢料擺了很久，哈，中央遲遲都沒有動作。我也希望中央也要考慮核廢料，趕快來處理，這是新北市人的期待。王美花講，核2的問題真清楚，就是燃料池已經滿啦。那新北市政府無同意來起大石收藏設施，用過的燃料棒無所在藏，根本就無法度用。但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是認為講，在法令和事實上，核2廠會使講根本就無延役的可能性。核電廠在決定它是否延役跟處理之前，在前3年就必須要提出計劃，經過審查也要經過環評。那目前是往這個處理的方向走。如果有人說是不是蓋一個乾式儲存廠來可以讓它運轉的，那目前核二廠是沒有的，要蓋可能要10年以上。崔素欣講，核2廠用過的燃料棒都是人哋講的高階核廢料，目前是無所在藏，就想要延役嘛做袂到。王美花講，因為燃氣發電伫碳排含空污的排放，攏比燃煤發電更加好。在能源轉型的階段，愛較緊來增加燃氣機組和再生能源的設置。
这会当一摆甲人员的使用降低较济。这几档就是台湾电力建设的高峰期，希望会当顺利推设。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新竹，开12日起的新竹棒球场，因为球场的设施有欠点，进前伫选举的时有提出来互讨论甲批评，嘛停止使用。经过4个月了后，即马改善了后，市府是宣布讲，目前27项改善意见拢已经做好啊。职业棒球工会初5来到新竹棒球场，针对外野草坪碎石仔的问题，甲内野红土、电火照明、球员休困区等等27项改善意见，进一步做勘察，确认目前已经改善完成。勘察完了以后，我们确认这些改善是已经告一段落了。那告一段落了以后，接下来工会针对后续的这个球场的启用，我们会继续关心、继续追踪。那如果有任何需要调整的地方，或是跟联盟和球团这边合作的地方，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新竹市政府表示，棒球场改善计划进度目前估计12月底会使顺利完成，时到卖邀请球队进行7次比赛，所来第启动验收程序。中职球员工会回馈的27项建议都已经改善完成，改善成果符合工会需求，后续将持续邀请球队来进行场地测试，并做灯光调整。此外，改善小组也进行球场多项的一个优化工程。经过4个月改善工程，民众拢希望新竹棒球场会使赶紧完成7次，顺利迎接明年的职业棒球比赛。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地方风上头，镜头来屏东海生博物馆，即马是结合社区推出伫海生馆大暝活动才有、寒天才有的游艇巡餐水，互民众毋但会当住伫海生馆，会当体验做餐人、做事人的生活，当做蒙拉也是洗菜头。无论是近距离看工作人员照顾客户，或者是行入后场亲身试因食物件，甚至是甲海洋生物做伙过暝。屏东海生馆活动拢真受欢迎，最近阁要带民众做伙去恒春半岛巡餐水。夜宿海生馆呢，一直是屏东海生馆非常受欢迎的体验活动。那近年来呢，我们除了馆内的深度体验的行程之外呢，那从11月开始呢，就是我们的季节限定的价值行程踏水巡田的开始。那我们在11月到明年的2月期间呢，会带领民众到全台湾最南端的有机稻田区去巡餐水。海生馆一年四季拢有无同款的活动，寒人才有的大水巡餐，要互游客更加接近屏东当地生态甲人文。海生馆甲恒春半岛在地社区合作，带游客体验蒙达洗菜头，做伙巡餐水，让民众去认识海洋、了解海洋，那进而产生保护海洋的一个认同，能够对海洋还有自然环境的生态能够多了解，也学习我们如何和大自然和平共处。大水巡餐的活动，带民众行入有机田，来看社区用天然的泉水饮餐，配合友善海洋的种植方式。海生馆希望推广山海共生共存、友善环境的理念，让生态会当延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那屏东嘉东的玉光国小虽梦是增开的小学校，也毋过学校是拍拼地争取资源，有屏东县政府和教育部的合作，即马学校内底有专业的外国老师伫遮教英语，嘛启动在地的双语课程，互即个学校的学生囡仔，毋管是去参加英语比赛，也是去做英语的测验，成绩的平均拢比全国的平均也搁较悬。Good morning, George. Good morning, Teacher Susan. 一透早就听到学生囡仔和老师用英语对话声音，这是屏东的玉光国校为2年前开始建立一个让学生囡仔惯习讲英语的空间。108学年度，屏东县教育处为了要平衡城乡的师资，所以给我们派来了一个最优秀的英文老师淑仪老师。从此之后，我们的中师淑仪老师以及外师 Eden 老师2位老师一起携手合作，协同规划了在地化的双语课程。那我们玉光国小的孩子从一大早进入校园开始，就开始开口说英文。
用英语接通入去教室的方式，上课内容是平常生活会讲的英语对话，而且佫连接在地四国旅行。学校的双语教学是做甲真好。这几年毋但参加真侪比赛，而且佫得奖。学生参加 RT 比赛，英文检测能力，因的成绩是比全国平均佫较悬。连续2年报名参加 RT 比赛，原本没有想到我自己的英语那么好。过程中虽然很苦很累，除了练习发音、动作、整齐度，还有笑容，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最好。在地化西瓜之旅的外事课程，从此我们玉光国小的孩子，他们开始敢开口说英语，敢跟外国人说英语。而且在学历上面，我们的孩子在学历检测上的平均分数可以遥遥领先。玉光国校推动双语教学是真成功，用这个项目报名外国颁奖奖也得到肯定，甲得奖的奖金来打造玉光国际村。即马学生是愈来愈多，完全无受到偏乡佮有少加化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阵长期咧关心艺术文化、城市发展和社会基地少年家，伫2当前的时，因是伫桃园成立一个基地，透过实地调查、办工作坊、办导览，替旧社区留落来基地，嘛找出在地新的特色，希望要甲桃园打造做一个有新、有旧、有包容力的城市。明仔载暗7点半，青春咱来望节目，咱同齐来桃园看这阵少年家安怎改变家己生活的所在。在2020年成立，长期关心在地艺文组织托托邦，提供18个田野调查的资料。甲剧团草稿场伫美村剧场艺术节演出《顺戏剧》，用浸水式的表演，带观众探过时空，找出桃园戏院的黄金年代。后来就改成金源戏院，然后原本是1轮戏院，后来变成2轮戏院。我们全名叫做逃脱帮艺文联盟，然后是专注在桃园老城区这边的艺术跟文化的耕耘。一方面带大家回忆桃园以前的光景，二方面也代表了我们对新的戏的一个期待。把品牌组、行销组、会员组边冲下面代志，应该处理安尼。逃脱帮里面，因为有设计，然后有律师，然后也有建筑师，然后还有一些倡议的伙伴，那他们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看，我们关注的议题。除了戏剧，逃脱帮因为成员多元，组织起来发挥因个人的专长，透过策展、导览、甲工作坊等等的活动，让居民甲城市的关系更较搭密。伊嘛捌徛起哩抗争的前线，希望桃园走向进步发展的时阵，嘛会当留下历史的记忆。阮同要保留较旧的物件，像讲一寡古迹、历史文物，还是想讲阮要新的建设捷运、高铁。但是大家拢唔知影讲，这背后的选择，倒一个较好，倒一个较唔好。我想讲，若是伫遮会当做一寡活动，互大家知影背后的一寡原因，搁去做选择。虽然以进步的名义的开发，持续伫桃园的旧社区发生，不过逃脱帮希望讲，因伫这个传统工业城市，甲艺文的种子压落，透过成员的拍拼。互桃园特有的多元甲包容性，会当开枝散叶。记者李亚军、林建如，桃园报道。今年54岁加拿大天后施琳迪翁伫社群平台发布影片，对外宣布讲，伊去治疗发病率100%的一款神经系统的疾病。伊讲伊的救筋即马袂行，行动无方便。那目前伊已经咧接受治疗，所以国部长爱取消每年全部的行程，所以巡回演唱会要延到2024年举办。较早以一首 Titanic 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伫全世界拢正红的加拿大美声天后 Celine Dion， 这边是透过社群媒体发布影片，表示讲有正长的时间，伊拢在处理健康的问题。最近，伊是互诊断出得到一种正罕咧看的神经系统病，叫做艺人症候群，发病率大约是100,000,000%。While we're still learning about this rare condition,
We now know this is what's been causing all of the spasms that I've been having. 这个病，互司令这样是出现行动无方便的部分，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更加害的是无法度像较早安尼唱歌。It hurts me to tell you today. This means I won't be ready to restart my tour in Europe in February. 即满54岁的司令这样，去年11月就传出讲得到继续性的救金，若是省真济双脚根本都袂当行，无法度来做世界巡回演唱会。司令这样讲，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在帮助伊治疗。目前甲每年所有的表演拢演到2024。I always give 100% when I do my shows, but my condition is not allowing me to give you that right now. For me to reach you again,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concentrate on my health at this moment. 东西新闻地为人正经公平义。印尼最近有通过一项刑法的修正案，是禁止还未结婚进前袂使大做伙。历史一寡观光业者就烦恼讲，安尼一寡外国的侦判去当地旅游佚佗游览的时，敢就爱分房间大，安尼敢会影响引起佚佗的意愿，影响观光。巴厘岛观光局是赶紧出面解释讲，这个新修的刑法，游客甲游客是无关系的，所以爱游客唔免烦恼。有那天大日头甲海沙堡的巴厘岛是一寡外国游客真爱来的度假天堂。不过，印尼新的刑法禁止婚前登记甲婚外性行为，可能互爱人较歪去。Because as a tourist, I come to Bali, this beautiful island, to enjoy this wonderful view landscape with my girlfriend, right? So if I can't, stay with my girlfriend in the hotel together, I would think about it twice. 若带女朋友来度假的中国游客可能取消行程，想要来巴厘岛投资的人也表示会阁考虑。Yeah, it's really worth me because I'm kind of invest in Bali and going invest in Bali more, and so it's really disturbed tourist flow here. 观光业是巴厘岛主要的经济来源，节目简单听候疫情过了后，游客渐渐回来，政府阁提出限速自由的规定，让当地旅馆餐饮业者真烦恼。Dengan adanya peraturan terkait dengan dilarangnya pasangan bukan pasangan menginap di hotel bagi industri perhotelan ya khususnya di Bali tentu hal ini memberatkan. 根据这项新法，婚前登记甲婚外性行为，若做互配偶也是近亲举报，相关会当处1年的徒刑，103年后就要实施。当地民众烦恼，这会甲观光客惊走去。巴厘岛观光局赶紧出来说明，讲这项法令早就有啊，即马只是明确说明倒一寡人会当举报。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那日本的流行界今年是失去世界大师山仔医生甲孙英惠这大人物，不过这大师的母校是继续在培育人才，已经开机线后。日本的文化服装学院有继续栽培设计师，嘛协助这少年设计师徛起哩国际舞台。展体系家高田贤三伫1970年代甲80年代，以日本设计师的身份创作出来流行作品，定价巴黎时装秀。了后几十年，日的设计师一个搁一个伫巴黎流行界展出家己的作品，互日本服装设计师开始伫国际有一个地位。不过2010年，高田贤三因为为了新冠病毒过身，今年8月三体医生因为癌症过身，会为日本风潮设计分析新英辉也过身，好像宣告结束日本流行設計師的時代。日本だけでなく、すごい東洋の価値観をすごい持ち込んだ人たちだと思うので、彼らが亡くなったことによって基盤になったものっていうのが崩れていく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心配はあるんですけど、同時になんか時代の分岐点っていうか。
有一本设计师认为，毕业了后到巴黎、伦敦、纽约、甲米兰等流行性地工作读册，伊完是日本设计师，引起着外界关心。成功的关键条件，因为伫国外学习的经历，除了因扩大眼界、创技术科模式以外，甲日本的教育模式也完全无同，先注重想法甲概念，再注重技巧的磨练。絶対必要だと思います。やはり日本だけではなく、世界での舞台で活躍できるっていうことは、世界で認められ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ので。先山系高田顶有名的服装设计师拢过身，毋过后边起来服装新人，亲像伊家路服装品牌，伫国际出头的日本设计师新川拓也、德多玲，也用家己的方式甲创意建立品牌，将做国际服装设计界新人。公司新闻，陈时东朋友。世界真新色，来看即马食物吧、素吧愈来愈流行。以色列即马就有一间新创公司研发出会当用3D 列印的牛排，佮会当伫机器顶悬选择人造肉的花纸、脂肪也是润刀，再佮用无共款的素材材料来做出一块牛排，而且听讲食起来无输正港的牛排。3D 列印机速度正紧，一条牛排肉慢慢就可以印出来。不过这牛排唔是模型摕来看定，是真正会当摕来煮、摕来食的人造肉。这是以色列一间新创公司 Redefine Me 研发的机器，用食物性原料制造出高两倍而且无胆固醇的牛排肉。Here we study meat, animal meat. We study the texture, the chewiness, the tenderness, the juiciness, all the properties that give meat this sensory experience. And then we know how to mimic it in our meat. 为了要做出甲真正肉同款的外形甲口感，这台机器用大豆、布林豆2倍、龟豆、红菜头、营养发酵粉加椰子油来模仿肉的纹路、油脂加血液，这样伫咧荧幕顶头操作，业者就当选择要生产的肉轮刀、花纹加油脂的量，印出无同口感的牛排。若是设定拢好势了。15到20分钟就能印出一条长条的牛排肉。You experience a good steak, a good cut of meat coming from an animal without the use of the animal. 这种用3D 列印的人造肉，伫咧以色列、英国、荷兰甲德国等国家，要甲1000间餐厅拢有伫咧卖。平均1公斤的价钱是41欧元，换算代票是1350块。到年底进前，销售的点会继续卖到意大利、希腊、瑞典等国家。要抢攻欧洲的人造肉市场。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辑。天气报你知，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47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有26度。外岛的温度15度至22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